然后再温馨的了。刚刚那些就是有情终身，因为他们自己也受感情的。那再来看这个比较温馨的，也是动物，可是他们感觉就比较温馨，表示我们人跟他们是可以成为好朋友的哦，不是只有是他们，我们就可以成为好朋友。包括这个不能打开哦。那个电脑刚刚这个机器好，或者用讲，为什么会打不开？我在我就是那台电脑会打得开，会不会什么都打不开？我试一下。程式不一样哦。好，这个对，那这个怎么样？我刚刚第一个那个呢是一个南澳的一个。看这个可以打开，这只牛呢，它要跟它主人卖掉，卖掉的结果就是怎样？用砍嘛，用赔嘛，